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受到方面的影响，全台湾天气无稳定，早起桃园有树啊，因为风雨上大冻起，另外新店嘛因为上大雨有积水淹水的状况。为着声援开案件，有民间团体今仔日在凯道发起集会活动，因牵着台北新北市府一个二号连日严重失职。国家部长林佳龙出访美国，催稿参加活动顶数时，伊讲到，希望美国组一个美国投资台湾队来强化台美合作。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10的暗新闻，我是卢尚如。受到方面的影响全台湾的天气无讲介稳定，气象署嘛发布大水洪特报，提醒台中、彰化、嘉义县，也更有花莲和屏东山区的雨会较大。另外，早起伫咧桃园旧山有路树干成是因为风雨上大来冻起，甚至一寡所在嘛是因为上大雨，所以有积水也都淹水的状况。庆雄上大雨，竹北行龙路马上积水，汽车、机车经过，涂骹的水急甲真悬。新竹市民主路的菜市仔积水一时淹超过骹肚，胆无用搬过，避免上片泡水。溪水岔流甲土埋呛甲真凶，方面影响，气象署透早针对新北市北港溪发布溪水大涨的警示，提醒民众注意。大水河直直落桃园旧山幸福国小头前，这丛大树疑似就因为风雨伤过大，倒伫路上。公所得到通报去处理，加在第一时间无逮到人。未降雨影响时线，松山机场透早8点半一时间暂停起降，地属部分的航班延迟。礼拜四有真侪人要出去佚佗，天气无稳定，大家拢有心理准备。我是在路上看到的，也是坐捷运过来，就看到就很紧张。对，我们从宜兰刚到，对，行程早就定的行程。气象署继续发布大水洪特报，一直到拜六下晡，彰化溪湖累积降雨超过149毫米，桃园平镇甲杨梅一寡地区累积降雨也超过110毫米，台中部风农业试验所测站降雨也超过100毫米。礼拜各地游玩受风面影响，要注意短时间的大雨。锋面影响期间可能会伴随一些中小尺度对流发展，并且有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提醒大家，在外面如果遇到比较密集闪电发生的时候，也要赶快进入到室内，避免在外面逗留。因应南北风变强，气象署也发布强风特报，提醒西半部沿海地区、有几小岛、偏湖、甲马祖要注意强阵风。伫小外时要注意路边的树仔，无坚固建筑，有一寡物件敢会予强风扇落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全台湾大罢免，目前第2阶段的罢免人数已经有28案送行路。国民团体是打算要拼讲，甲30席的国民党立委拢罢免，推进到第3阶段的投票。也那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就话讲，伊嘛要用罢免来反制。不过，个针对罢免，民进党立委的第2阶段送行目前是拢还未完成。大罢免真烧烈，离界人数进入最后期限。对国民党立委罢免案，国民团体赶进度已经完成28案送件，目标要看30席。主要7个选区正伫冲人数的数目，包含新竹的市兴营、苗栗陈小明、柯定君、彰化谢义峰、中和张志伦、永和林德福、甲贵人的林派雄。这一次民进党的恶霸那我们要以霸制霸对于吴佩益这样子的不为民众考量的立委他们今天还在这边做着努力。朱立伦呼吁爱依法治法，验过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连署无顺利，国民党地方党部连续表出不实连署，检调侦办像台北市党部主委黄如金如、贵人市党部主委吴国成拢互关押禁见。为什么要躲藏？是心虚吗？还是傅昆萁指使你这么做的？另外，国民党立委鲍坤琪罢免案进行完成理解送件，台北地检署侦办伊的竞选小部的案件。鲍坤琪的管家李庆龙列做被告，中通缉了后到案，查到后门100万块交保。这案件拢冲击连署收件，由民进党立委罢免案理解送件也无半个。尽量提高投票率。我认为大多数的民众，不只有在基隆，
包括在整个台湾，我认为他们都是对于这种政治斗争、这种恶性罢免、这种相对来讲很极端的行为是非常反感。国民党伪造文书还死不认错，想要催出反罢免的投票率相当困难。对有可能30个立委进入第3阶段投票，林派雄认为讲，爱催出支持者中间选民的投票率。考虑解释讲，这是真正民意甲假连署的选择。也那民众党主席吴国昌不经过罢免案挑战，70党内选区10指发布亲切的简联欢会引发关注。我想新北本来就是我在台湾民众党里面应该要负责的责任区域。对于大罢免什么时阵投票，中选会主委李进勇讲，7月上旬有希望举行投票，也毋过每一件罢免案时程无同款，可能日期也无同。记者综合报道。带大家来看地方哦，这火车站拢有加油的问题，亲像台中火车站昨暗都有民众去互加油拼出去的饮料杯去捡着，还一规身躯哦是淡滴咯。有民众认为讲哦，台中市府应当着要想办法来安定这加油，减少环境和治安的问题。假日台中火车头的人丁比平常日加真济，和旧站之间佫有市集会当洗。但是另外一边，煞是有几来加油坐伫涂骹，形成对比。车到暗时大约10点，一位拄出站准备搬车坐公车的民众，向予天顶拿落来饮料，淋甲规身躯淡糊糊。报警处理才知影是一位加油所做的。陈男表示有泼洒饮料，不慎喷溅该民众，非刻意针对。后续该民众接受陈男道歉后，无需警方其他协助后自行离开。我会甲伊劝啊，你闻着火车头公共场所，大家拢很困，啊你约束家己啊。其他的加油也认为乌白蛋饮料真危险，会倒反抗。台中市社会局表示，这个加油不是台中人，也无列车。最近才来到台中火车头，不过时常是啉酒醉的状态。社会局也提醒善良的民众，莫伫火车头发食物，避免产生后续的环境问题。这个民众是认为讲，台中市府应该更加积极处理台中火车头加油的问题。乱丢垃圾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对啊，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势必需要整顿一下。外地的可能就觉得，政府没在处理。另外，也是发生伫台铁的状况，一位男性车到暗时，疑似伫自强号规身躯拢咧喘，有其他乘客认为伊真古怪，就报警。铁路警察伫倒落火车站，甲这位男性带回去了解。这名男子因感冒会有畏能，致身体不自觉颤抖情形，因而确认。该名男子身体无异状，且不需就医。警方表示，经过了解，这个民众是身体无爽快，确认并无相关违法的代志。本来想要协助伊送病院，不过民众拒绝了后，就予伊家己离开。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一个查甫囡仔开去互姓刘的年母虐待死亡的案件引起社会关注。有伫咧关心这个事件，民间团体哦，伫咧问亲人的前一天，在凯道发起活动要声援。伫咧现场嘛收到84000份的连署书，因牵涉台北、新北市府，也有2号联名严重失职。民团嘛提出6大诉求，要求成立儿少保护部，制定刑法虐杀儿童罪，来避免这款虐待囡仔的悲剧再再发生。大声喊虐待囡仔零吞论，要求修法重罚加害者，为凯凯案讨公道。姓刘的年母涉嫌甲查甫囡仔凯凯虐待到死，引发社会怒火。凯凯网络妈妈群召集民众伫母亲节前一天车早上开道，现场出现上万人关心囡仔权益的民众来参加。这家长穿白衫，佮带囡仔来，有马来西亚的妈妈飞来台湾来收听。新加坡都蛮多人都知道这个案件的，对，而且我在了解凯凯案的当中，我已经有认识到很多不同国家的爸爸妈妈，绝对不能够让一群人、一群恶魔，然后对他们有任何的宽待，绝对要重惩。伊抗议的董事长甲永济甲真侪位艺人也拢到场支持，另外也有拄到虐待囡仔案的家属伫台顶控诉讲应该建立严格的年母汰选机制。一个有照顾责任的人，怎么会在孩子只剩一口气的时候，还有办法这么冷静的准备完
餐。凯凯网络妈妈顾问表示，最近3年有66家囡仔户籍抬死案件遮济，凯凯案反映社政体系是一层失守，社工的人无够，方式机制失灵，加跨部门的协助断站，为着改善结构性的问题，提出6大改革的诉求，设立儿少保护部，制定刑法，虐杀儿童罪处死刑也是无期徒刑。因那台北市甲新北市府，各有2号人民伫凯凯案的不当处置，现场也表达强烈的谴责。双北市政府与儿童福利联盟他们的疏失是最大的，访视助理员跟来去进行前端就来去访视孩子，去掌握孩子的实际状况，提高孩子的曝光度。活动收到84000份的联署书，交予总统府，期待甲政府做伙结束囡仔虐待。对此，卫福部回应讲，6岁以下弱势囡仔有主动关怀方案，新进的儿少保护社工是要接受19点钟的囡仔虐待的分别，也配合法务部组织刑法修法的共识，因而设立儿少专责单位，目前加速评估规划。高市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带大家关心国际。年初的时阵，南非政府有立法允准无偿征收白人农民的土地来分配给黑人族群。这件有种族主义争议的代志，引起美国政府的不满。后来，美国甲南非驻美大使立种不受欢迎的对象赶走以后，即马美国打算要接受部分的南非白人以难民的身份搬到美国，上紧后礼拜开始就通入境。这是2025年初，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无偌久，南非以白人为主的民众集会，为了抗议非洲民族党 ANC 为首的政府立法允准免付钱征收白人农民的土地分配给黑人族群，也对川普政府的赞声表达感谢。路透社在外电报道指出，部分白人的民众讲，在 ANC 主政之下，那财产权受到侵害，也面临种族主义的暴力威胁。I've been a victim of violent crime myself, and I know there's lots of other South Africans that have done that and have had much worse experiences than I have. We've paid taxes and we work and we bend and we keep quiet and we keep silent and all these kind of things, looking to see if the communities are being supported and lifted up in 30 years, and they're not. 不过，当地有学者认为讲，这是白人团体散播谣言，甲事实无同。We have to remember President Trump's first term, this narrative by groups like Solidarity State and AfriForum, where they went to Washington to basically run this narration. That's where it started. I think in this second term, he's probably acted on it. But I guess the key issue just to highlight is that none of this is actually true. 川普政府赞成白人农民的行为，引发南非驻美大使批评，结果予美国驱逐出境。美国国务院除了加协助部分南非的白人移民到美国，列出优先政策以外，驻南非大使馆也同时进行访谈，确认对一寡南非的白人愿意摕到难民的身份移民到美国。由川普政府一方面防堵中南美非法移民入境，并且对中东、阿拉伯裔也有中国移民严格的审查，也是禁止入境，却是对着俗称阿非利坎的南非白人开大门来欢迎。这样政策也在美国国内引起讨论。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带团出访美国德州，找到参加台湾德州 AI 合作论坛点数的时阵，伊讲到希望美国来组一个美国投资台湾队，强化台美合作。不过，针对外界关注的台美关税谈判，有专家是认为讲因为美国打算要甲台湾扣32%的关税，未来是恐惊真往降到10%。互相送礼物，外交部长林佳龙带团出访美国德州，找到出席台湾德州 AI 合作论坛，见证电电工会甲德州总商会签署德州台湾经济合作协议。林佳龙强调讲，台湾唔但爱掌握 AI 产业的大商机，佮应该透过投资美国，加入美国创新生态系，提升整体产业的附加价值。We hop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also launch an investment team for Taiwan to bolster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经济部长桂智慧15日要参加环球经营伫德州的新厂落成的典礼。美国对中关税冲击各国，根据彭博新闻的报道，川普政府头一批贸易谈判涵盖主要出口国甲较细经济体多元组合，台湾也伫优先的谈判范围之内。不过，原地美中贸易战是大家真凶。早早美国财政部长贝辛德甲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伫瑞士日内瓦会谈，外界烦恼讲可能冲击到台美关税谈判。即使中国跟美国达成什么协议的时候，到最后关税还是以中国会是最高的。他现在他基础线高嘛，川普是一码归一码，绝对不会，他 N 个双边在做。学者认为讲，美国是鱼还鱼，虾还虾，贸易谈判要甲中国夹着台湾议题。因那总统赖清德进前夜捌表示，愿意透过各种一党的方案，包含防止中国生产地，也是透过采购投资解决非关税贸易障碍。降低贸易差，其实最快的方式就是跟美国购买天然气跟石油，而且跟美国购买天然气跟石油，其实或许还可以获得美国对我们天然气、石油运输的一个安全保障。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初到决定讲会继续执行对进口商品设定的上加10%基准关税，但是无排除特例有可能唔免扣。廖大年是分析讲，因为台湾原底所设定的关税是32%，就算谈判有成果，也真歹降到10%。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昨昏伫咧立法院商讨通过4天加1天的固定假日，也毋过这增加的假日啊，互病院是烦恼讲如何排班。另外产业界是认为这是伫咧关税也个股会以外，佫增加压力。但是劳团是感觉讲哦，这几年来劳工的工时拢无明显降低，所以即便增加这假日啊，嘛会使降低过劳的风险。无用的医护人员，逐工代志拢做袂完，立法院通过新增加4加1天固定假日，病院管理阶层烦恼排班更加困难的问题会出现。给他足够的这个休假的这个天数的情况之下，当然对于排班来讲，就是会医护人员的排班就是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产业界也是真艰苦，关税汇率的压力更加4加1天，坦白讲，营运会受冲击。以1天红台价，产业损失大约300亿来看，4加1天的影响是不容忽视。那你一天就差不多差了300亿嘛。那我们现在是一下子也没有讨论，也没有合理的税务率哦，一下子就5天嘛。最近的贸易战就已经很多的无薪假或是裁员了，那么这样4天的话，多少也会有所影响的。工商协进会讲，修法有正面意义，不过嘛要考虑外口排班、赶订单的制造业、服务业加中小企业的冲击，呼吁政府提供相关优惠补助方案，加强产业转型辅导，也有简化排班、加班规定这配套来协助企业。一个是增加国定假日嘛，然后另外一个工会常常诉求的就是可增加我们的特休假的日数。劳工团体是希望就此改善台湾长期工时管的情况，更有保障，就硬性规定这边就并在那个年休里面。政府要去跟劳动团体或者说资方去做讨论，而不是民众单方面的认为说，我觉得加几天会比较好。也是要体谅资方，对啊，因为没有资方就没有劳方嘛。有更加侪休假日，劳工差不多拢是赞成的。不过也有人认为讲，爱替资方加想一个，因为双方关系是真紧密的，倒一边倒落来，拢会影响另外一边。记者综合报道。后礼拜一就是国际护理师节，不过即阵台湾的护理人才是30年以来上欠骹手的时阵，不只个也是有真侪护理师坚持因的信念在打拼。稍等下7点半，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网，要带大家做伙来看护理师因的专业，也佮有拄当的困境。台湾健保的制度在世界是真出名，不过医疗环境却是予医护人员真大的压力。以卫福部公布的2025年3月份护理人员的数据来看，即嘛有要31万人有护理师的牌，有咧执业的有要19万3千人，比例是62%。平均的年岁要到40岁，这嘛显示在职的护理人员年岁已经产生长残。看起来是离开一个补一个之外，但是其实伊的能力是无啥相共的，有老减线的越来越少，新进人员要培养甲伊会使独当一面，甚至会使尴尬，这个一段时间啦。医疗暴力、轮班、薪水低、护理师甲病人无合理的比例，地主护理的工课场都袂说是一条病甲安动动的树顶，随时拢会跌断去。若阵长久以来安尼落去，病人的照护安全嘛会受到影响。
像国外大部分的照护比是1:4到6，但是在台湾可能是1:13到16。这个事实上，如果你多增加照顾一个病人，他的死亡率会再增加7%左右。根据卫福部今年3月份公布的数据，以平均的月级来讲，医学中心的护理师有78000，区域病院有65000，地区病院有57000。不过，这个数字对护理师来讲，甲实际上的情形是差真多。其实健保署在近10几年来投入在护理劳动环境的预算，其实它高达近800亿左右。不断的加码、不断的奖励以及补助的措施下，政府一直没办法回应的，就是说，到底这些费用有多少是补了医院，有没有补到护理人力？全球护理人才大欠工。台湾嘛爱以防外国一直甲咱的人才挖过，即马政府都爱通盘来规划，医疗院所嘛爱提出具体措施，互护理师有合理的工作环境，安尼咱台湾的医疗才有法度行较久长。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读绘本嘛会当结头脑哦。新店有共学团体在做家己推广计划，因特别邀请专家带大人囡仔做伙来试验，用互动思考的方式甲开放性的讨论，互亲子家庭了解要安怎用绘本做伙来探讨无共问题。到底安怎样叫做上乖？安怎样叫做无够乖？安怎样哈？是毋是足奇怪？透过互动的方式读绘本，互大家去思考绘本内底想要表达的意思。过程中，互囡仔讲台语，嘛，大人返去厝内，唔干那读绘本，互囡仔听，嘛使家己编故事。嘛看图伊嘛，就会使按图来开始来想看卖讲，伊家己编一个故事嘛会使。啊嘛有讲，譬如讲这绘本有啥物主题，啊可能伊无讲甲就一定是啥物看的答案，啊伊可能就会家己想讲，可能是安尼嘛，可能是安尼，就会互伊家己思考。你感觉台语故事够好听？安怎好听？我伫车顶都听台语故事。足趣味的。毋是干那读尔，上好的就是讲，伊即种绘本会安排甲囡仔会开始目头角角讲，为什么会安尼？为什么会安尼？啊，为什么讲即款话？为什么伊讲迄款话？吼，囡仔若是有晓记，但是要甲你追问的时阵，你着通甲囡仔同齐来思考，同齐来讨论。专家建议家长陪囡仔阅读的时，会当加互囡仔去学习思考，真侪代志其实并无一个正确的答案，互相思考、互相讨论，互囡仔自由发挥，讲出想法，也是真好的代志。每一个人会当有家己的创意，吼，创意安尼，虽然想法无共的时阵，咱都有可能无一定其中一个人，还是其中一个想法，向走出来讲，这可能就是未来的另外一种可能。透过互动阅读的方式，互囡仔伫阅读的过程中增加思考能力、甲理解能力。教育专家讲，这对囡仔未来发展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现代为着要变水，定有人会去做手术，也是减肥等等哦。若在古早时代，台湾受到中国风俗的影响，男性认为女性的脚爱细才会好看，所以女性就爱忍受痛苦来拔脚。有一位收藏家挂机生收藏和3寸金莲有关的文物，即阵伫咧台北北投博物馆办特展，互民众了解演过女性对拔脚到留脚的历史。这一箱一箱3寸金莲大细无到一个手边，展馆有幼老的刺绣工艺，除了传统用布做，也有那像现代皮鞋、管打鞋的形式。展馆阁有真侪制作3寸金莲的工具，这是收藏家挂机生50几年来的收藏品。即届对9000外件当中选出100件，伫咧台北北投文物馆办特展，互民众了解英国汉人女性对拔脚到留脚的历史。各地这拔脚鞋也是不共款的吼，咱所知影这种无共款的时代吼，这个拔脚的文化嘛无共款吼，咱所知影吼，拔脚伊形成的过程吼，咱踮遮原来看会到。那它从它的历史，从它的文化，从它的工艺
部分都非常完整的能够呈现。古早台湾受到中国风俗的影响，真侪女性自细汉就爱拔脚。古早的男性认为女性的脚爱细才会好看，另外这嘛是呈现身份地位的方式，认为有拔脚的是千金小姐，无拔的是查某囝，有拔脚才通嫁较好。不过，若以现代来讲，这款风俗是真残忍，镜头啊后加拢变形，嘛大大限制女性的活动。来看展览的民众嘛分享过去家族拔脚女性的生活经验。自己绣的那个要自己绣，不是绝对没有地方买啦。像我那时候小小的时候，我就要改刊啊，拇指在上面，然后那个4只脚趾头在下面，你走路的时候是要踩到那个，那个会痛啊。台湾拔脚的历史一直到日本时代1915年，总督府才正式下令禁止。嘛，因为现代教育、卫生和思想的观念愈来愈普遍，女性拔脚的风俗才走入历史。北投文物馆这个拔脚文化特点，希望带民众做伙来了解拔脚文化背后的美学观念、身体改造，也有性别观念。记者卢尚珠、林秀凯台北报道。那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0度至21度，中部地区19度至23度，南部地区22度至27度，东部地区20度至26度。关东地区20度至26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日在同一个时间咱再会。为教育到病房，对家人认识，一直到面对实实在在的生命，护理是需要时间养成的专业。去加护病房也是急诊，趁少年和家己一寡挑战。边仔还有医啊，先坐一个哦。骹手无够，病房关门。伫超市甲健身的工课场，护理师用离开的脚步来抗议。甲加5单、加7单。去病院3个月都走不去。你要交班了吗？每天回家都在哭，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能力是无啥相共，老减先人愈来愈少。面对护理的人力一直在流失，政府甲病院都爱认真来面对，做伙共心，救台湾医疗的第一线。因为青春，所以有梦。6礼拜6暗时7点半，青春咱的梦。